邵大伦台语歌手跟这个声音演员的形象已经非常的深入民心了，这样子，你是还有一个愿望是想要前进国语歌坛，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在你的专辑里面偷渡了2首国语，这很显而易见的，你故意装傻。没有，其实老板的想法真假的？真的啊，还不是你的想法？老板就觉得我可以唱国语歌就唱啊，对啊，而且你唱这首歌是有姿态的耶。什么姿态？就是性感。要对一个男生说性感，真的太奇怪了。性感，对，但就是有那种就是很都会的就是夜晚的那种感觉，你懂了？很都会的，我懂。对，所以国语歌跟台语歌的拿捏之间呢，而且你国语歌是没有腔调，就你唱国语歌就是另外一个灵魂，你唱台语歌也可以很深入到台语歌的其中，你懂那意思吗？我觉得好像一个声音的演员一样，对，那其实国语跟台语的发音本来差别就很大啊。那这一首歌是我大概在6年前写好的，叫做《拉拉》，现在听到后面是送有女朋友的，对啊。然后当初我在追她，然后没追到，然后就是最后要放弃了，我就送这一首歌给她，我就花大概3个晚上吧，编曲啊，然后词曲创作，然后弄好，然后所以他的歌词里面就是想说，反正如果对没关系，对啊，真的没关系吗？真的没关系，心里应该会很 F 吧？那个心里应该是很 F 吧？帮你，这一切都太帮你了，没有就追不到啊！过去太帮你这样，但是这就反正就是这一首歌就到最后就真的就成功了这样，这个叫做置死地而后生这样，好像是这种感觉。所以老板就说这首歌有故事啊，那就拿出来用啊！你连科音高都会学？什么？您直呼我们老董名讳吗？柯老板。对啦，然后就后来老板就说用嘛，这样子，对啊，就用。所以女孩子真的都没有办法抵挡有才华的人呢。其实还好吧，那他为什么让我等一年？我跟你讲，就今天那个邵大伦的粉丝，请不要揍我。可是我真的私底下我跟他讲，你真的不是帅哥型的人，可是你就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，不管是你的外表的型，或者是你做音乐的那种感觉，或是你人生的一个态度，我觉得都太有你自己个人的特色。就是说，你真的摆在台上是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灵魂的，你懂那意思吗？就是谁要三个金那种。6角龟壳花吗？没有，我是觉得我被那壳丢了。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就是我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是在这几年逐渐成型的。是。那我很希望说能够利用我现在的唱片也好，或是用我的节目也好，能够把我自己想要传达的意念就很彻底的表达出来。了解。对，这个其实我觉得，你不要看邵大伦现在好像发展的还不错，这样，可是他心中还是有很多的梦想是还没有实现的。他现在正在逐步的往前进的，对不对？其实还是有很多好多事啊。其实他刚起步啊，那好谦虚哦，刚起步。不是因为以前没有舞台嘛，那这1-2年好不容易有舞台，我很感恩这一切，就是突然来了，突然发生的事情，因为他已经不在我人生的规划。我曾经有过明星梦，也曾经想要出唱片，可是等待很久都没有机会能出唱片或者唱歌给大家听。我甚至我也都站在路边唱歌给大家听，前面放一个桶，是，都没人丢钱，以前因为你要先放到500才好看，人家才会丢。竞标要先放个底价在那边。对。我有一点啦，这是场面的。这个本人一个基数就是500，有没有？要投钱请从500开始。没有，我的意思就是放500或放100，你就是要放几张，那就让人家觉得说也有一些价值在。对。OK，其实我有经过那一段，对啊，那很辛苦，也很感谢以前就是有很多地方愿意让我去唱啊，像什么台北故事馆啊，到现在他们只要如果有时候找我说回去唱民歌啊，抱吉他唱，我都还是很开心。无论价钱，但是你就是怀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就对了。对啊，那我其实有过没有舞台的时候，现在有舞台了，我很珍惜，好好的把握这样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应该不会再对女朋友大小声了吧？我本来就没有对她大小声啊，我没有家暴，我说我又没有对她家暴。
对了，我不会啦。没有，他改变他的一些决定，改变你人生很大的方向，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对了，那个时候 maybe 好了 ，maybe 我也不知道他心态是什么，就觉得说，可能你有才华，你就应该要有地方去发挥，可能也只是觉得好玩，你知道吗？但总而言之，这一切都发生了，就好好的接受它吧。恭喜邵大伦，谢谢，比较人生很可贵这样。好，最后就用这首歌好来作为今天的 ending 这样子。好，有机会再到我们节目来走走跳跳嘛？好，谢谢豆子。对 ，OK， 这个不要，然后就是在一个电台做节目做久了这样子，我出来跟大家你知道，就是私底下意见交流也不错，这样可以吗？那怎么了？那你改天也可以来玩一下啊！真的我吗？对，我没有点呐。好，再次谢有台地的点呐。再次谢邵大伦这张最新的专辑就叫做真情金钱。你很不会听我 Q， 你知道吗？金钱真情，谢谢邵大伦，谢谢。刚才邵大伦有提到，就是在他的这一张专辑里面有2首的国语歌曲。那么现在你听到这一首歌呢，就是其中的一首歌，就叫做《啦啦》。好，在等一下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要准备开始进行今天的高分贝心理测验，稍后回来。或许彼此没有存在任何的承诺，也许结局因此看不见想要的结果，情绪左右了理智太多，不该让回忆多了伤口。牵手走过街头，沿途看风景是自由，相知相信相守背后的动力是温柔。祝福的话不必再多说，最特别的你是独一无二，用心聆听在你的耳朵，现在就跟我一起说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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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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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或许彼此没有存在任何的承诺，也许结局因此看不见想要的结果，情绪左右了理智太多，不该让回忆多了伤口。牵手走过街头，沿途看风景是自由，相知相信相守背后的动力是温柔，祝福的话不必再多说，最特别的你是独一无二，用心聆听在你的耳朵，现在就跟我一起说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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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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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